我哋正生活喺一個將於2030年關閉嘅通道之中，而你最終落喺邊一條時間線上，其實取決於你使用嘅頻率。目前我哋地球上正發生一啲非同尋常嘅事情，好多人都能夠感覺到呢一種嘅感覺，一種世界正在發生變化，正在加速，並分裂成截然不同嘅實相。有啲人將呢一種現象稱之為時間線嘅分裂，並唔係地球上物理上嘅分裂，而係一種意識上嘅轉變。兩種截然不同嘅頻率喺現實嘅體驗之中同時出現，呢一種變正係由2030年喺呢一個關鍵嘅時刻發生。好多神秘嘅主義者、靈性導師、占星家，佢哋都會描述為一扇通往轉變嘅門戶，人類歷史中嘅一道重要嘅轉捩點。呢個時刻，人類要求要做出一啲嘅選擇，唔係用言語，而係頻率決定你所經歷嘅時間線。恐懼、分離狀態、控制，並將錨定意識喺更密集嘅時間線中，愛、覺醒、主權、團結同埋和諧，先至可以開啟通往更高境界嘅大門。呢個就係點解而家世界上面會出現兩極分化嘅局面。呢個集體意識嘅重新組織，舊有體系同埋身份認同正在瓦解，幻象正在披露。而雖然有啲人覺得而家係一片混亂，但係其他人就覺得而家係覺醒。有啲人會體驗恐懼，但係其他人就會好深刻咁樣記起自己真實嘅本質，一個有意識嘅生命體，一位創作者，一種頻率。隨住越嚟越多人認識呢一個實相，呢個集體意識開始發生變化，正係科學家所講嘅馬克西效應。人們發現當一小群人正在進行冥想，呢種一致性嘅傳播到周圍嘅人群之中，和平得以增進，衝突減少，意識變得更加有序。想象一下，當成千上萬嘅人會發生啲乜嘢，甚至乎數以百萬計故意增加頻率，現實本身開始重新進行重組。正因為咁樣，呢一個時期，呢個具有相同意識傾向嘅社群先至會變得咁重要。因為未來嘅發展軌跡並唔係由政府同埋機構嚟決定，佢係俾人群嘅意識所塑造，一分一秒地逐個選擇，逐個頻率地進行調整。隨住我哋越嚟越接近2030年，好多人認為呢個過渡期已經開始趨於穩定，但新嘅實相已經變得更加清晰、更加明確。問題唔係在於我哋邊一個時間線係真實存在，真正嘅問題係你平日淨係用邊一種嘅能量去進行。每一個想法、情感都帶有特定嘅頻率，每一個行動都會向呢個集體意識發出一個信號。選擇覺醒而非恐懼，以慈悲之心化解分化，專注而非分心。因為塑造人類未來最強大嘅力量，並唔係科技或者係政治，就係意識嘅本身。而呢一刻，你哋屬於一個年代正通往通道中間嘅人，呢一代正係幫助決定未來將會出現一個點樣嘅世界。時間線並唔係預先確定，佢係正在創造之中，就係而家由我哋所有人。我會選擇我最高嘅時間線。如果大家鍾意呢一個影片，click like and share。